后来又继续来看这个振兴300冠抓本注文的人数已经高达75%。都参蔡总统甲苏贞昌院长嘛到超商去注文着实体抓本冠，也毋过引发着大家讨论，这个政府敢是一直鼓励人都爱用数位冠呢？早起甲总统做伙来参加活动的文化部长李英德讲，家己会对着查囝的路线用数位的方式。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伊会到邮局去领。嘛提醒大家爱分流，尽量卖今年7月中旬，安尼才毋免甲人排队。离台北北门边的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开幕的前一天，总统蔡英文先去走一转。2007年指定为国定古迹的台湾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修复了，佮利用变成是博物馆。初7正式开放，总统拼经济，进前一天成半天到超商去注文300罐，健保卡摕出来，图案印出来，佮买一杯咖啡。注文实体罐的，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对总统、行政院长到民众。有75%的人注文实体馆，也不是鼓励大家用数位。数位还是纸本？要是我呢，我也比较偏向用数位。我跟我女儿的路线。离活动的现场嘛，看到交通部长林佳龙伊是，就是我 OK， 你先领，避免挤在第1个月，所以我会在邮局领，在第2波的时候再去。另外一方面嘛，提出讲。请大家能够分流，好，提早去预约，好，那不急着在刚开始的时候挤在7月中去领，就是希望大家当撇开300罐排队的人潮。